下一個提問嘅係陳玉旭先生，請林廣兆代表準備。陳玉先生。係，梁先生，過去我哋香港嘅禽畜業界咧，為咗香港嘅社會發展咧，就轉移往國內咧爭取就成立農業專區呢個要求。我哋特區政府咧過去咧就嗰方面嘅即係呢方面嘅工作嘅力度咧就似乎不足。反觀咧我哋國內咧就9個部委咧已經8個部委咧已經同意咗我哋呢個咁嘅設想。咁想請問咧，日後閣下梁先生會唔會好似曾蔭權先生帶我哋香港嘅商家去大西北找商機一樣，帶我哋去北京咧？時間到啦，請梁家傑先生作答。找商機咧，我覺得最有效嘅咧就係啲商家自己去搞嘅。嗱，我話俾你聽咧，陳先生，我見過一啲中小企，佢係同我講咧就話：喂，其實而家政府咁樣帶我哋周圍去咧，叫啲人拎晒啲錢去投資嗰度，咁香港邊個投資啊？香港又冇錢，點搞啊？咁同埋仲有中小企覺得咧，其實帶佢哋去行一個圈其實唔夠嘅，因為佢哋去到嗰度要設廠，究竟有啲乜嘢嘅法規佢要去處理，有啲乜嘢門佢要敲，佢話我求助無門喎。嗱，如果我當選呢，喺呢啲方面我一定會做得比而家政府更加好，唔單止係適當嘅時候會帶你去行個圈。曾蔭權先生。我只係覺得找尋商機唔能夠匿喺香港度嚟啦。仲有你去做好多商人入到去內地嘅時候咧，一定要揾到當地嗰啲領導，要靠你個特首去開到個門口，講識介紹佢聽點樣能夠當地有咩嘢嘅項目，佢哋可以投資，亦都香港係有利嘅，咁先至能夠做得到嘅。咁咧亦都要自己本身同內地打好咗啲關係嘅。我希望梁先生如果佢能夠做到特首嘅話，佢能夠做到呢一點啦。梁生，你需唔需要回應？其實咧，我同內地司法部啊、商務部啊、各省市啊呢一啲律協啊嘅商討咧，根本已經係有成果㗎。因為而家個 CEPA 關於大律師嘅嗰個行業裏邊咧，嗰啲嘅部分咧，有一啲根本就係當時我去參與去商討嘅結果嚟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我係絕對有信心可以做得到嘅。曾蔭權先生，你仲需唔需要回答咧？冇嘢，頭先佢話係 CEPA 幫係梁先生做出嚟嘅，後邊都好笑嘅，咁我唔使答。下一位提問嘅係林廣兆代表，請馮偉華先生準備。梁先生，從你嘅言論睇到呢，你係抗拒呢個香港與內地嘅經濟嘅合作，但你又提出嚟要將香港建成國際嘅金融中心。而家呢，全球係經濟一體化，中國嘅經濟係呢個崛起，已經係個大勢所趨。但你提出咁樣嘅理念，你嘅目的係咩嘢？請回答。你係請曾蔭權先生打入梁家傑先生。梁哦，因為你嘅問題本來咧就問曾蔭權先生嘅，不過唔緊要嘅。我問你曾蔭權先生，你會唔會介意梁家傑先生答先啊？唔介意，唔介意。梁家傑先生。多謝啊，多謝林先生嘅問題。林先生，我一直都喺我政綱清楚講明，香港嘅根在神州大地，香港嘅將來同祖國嘅將來係緊緊係在一起，無論係喺文化、政治、經濟都一樣嘅。所以林先生你可以放心，我一定會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嘅。曾生。一定要心句口講嗰句係最重要嘅。梁生，你有冇回應？如果冇，你就下一條問題。我心嗰句就係口嗰句喎，我唔知道阿曾先生係有所指為何物咧？我一直咧都係覺得清清楚楚，香港同祖國嘅關係就係頭先所講，我哋嘅根喺祖國，我哋嘅將來同祖國嘅將來緊緊係在一起。曾生唔需要再回應啦，呢個的確係事實嚟嘅。我希望我能夠喺呢方面得到阿梁先生同一個合作。點解能夠養住呢啲根，養住呢種嘅關係，
加強香港同內地嘅互信。如果能夠成功連任之後，希望呢方面得到梁先生一齊合作好啦。下一個問題呢，就係由馮偉華先生提問，蔡素玉議員準備。馮生，我其實想問阿曾生嘅，咁咧基本上我想假設下今日嘅場地，你當呢度係中南海，當阿范太係國家領導人，我嘗試下想問下阿曾生，如果你係代表緊港人，去嘗試下說服下國家領導人，話俾佢知香港嘅市民係點樣支持雙普選嘅，你會點樣去說服佢呢？點樣去香港代表香港去表達呢一個訴求呢？而呢個問題，我亦都係代表今日冇份入場，遲啲冇份投票嘅市民問嘅。阿馮生本嚟係向梁家傑先生提問嘅，但係而家就睇下梁生介唔介意由曾生答先。唔介意，唔介意。不過我就好想聽下梁生點答呢個問題先喎。梁生，咁你又介唔介意答先呢？唔介意。國家對香港行嘅政策根本就係理性務實嘅。只要我哋向國家領導人清楚講明，我哋追求雙普選係為咗俾我哋特首應該有嘅政治認受性，等佢唔會話怕一啲大財團喝佢幾聲就會退縮。我哋希望令到行政立法關係可以做得好啲，令到特首嘅政府更加能夠行政主導。北京為香港好嘅，務實理性嘅，一定會支持嘅。曾生請你作答。用呢番説話，我祝梁生好運。唔可以達到嘅，你最重要解釋嘅點解我哋雙普選落實嘅方法，因為普選已經唔係一個爭議性嘅問題，一個國家政策嚟嘅。呢個係已經去到具體化，講設計，講點樣達到，要解釋國家聽咁樣做法點解為香港好，點解為國家好，呢個先至真正可以做得到嘅。未人做之前，我一定要唔係單純用個口號去話俾佢聽，我要幾年做。佢哋好嚴謹嘅，佢問你做啲咩嘢咧？我哋話聽，我要想咁樣做點解為香港好咧？咁樣點解為國家好咧？你一定要有充實嘅資料，然後做呢樣先能夠有說服力嘅。梁生，如果曾先生認為佢啲資料唔夠咧，我好樂意提供呢啲資料。我真係唔明白，即係點解會咁難呢？我其實喺香港聽暈晒嗰啲反對即係普選嘅嗰啲意見呢。其實我介紹大家睇下最近余可平先生寫嘅《民主是個好東西》，冚唪唥答晒㗎啦。咁點解有問題啫？我都唔明，除非就係特首冇足夠嘅決心去幫香港人爭取，咁就難講啦。曾生，我只係最近睇過阿梁先生所出嘅設計，有關於一個普選嘅設計，喺泛民派裏邊都未得到廣泛支持，喺社會裏邊都好多嘅反對嘅聲音，而且諗起話呢個唔係，呢個只係理想版啫，仲有第二個版嘅。在咁嘅情況之下，喺香港都未曾得到共識，唔好講喺立法會得到2/3嘅支持，更唔好講帶呢個拎上去北京啦。